有冇聽過兩點一線嘅老闆啊？所謂兩點一線就係佢哋嘅生活只有兩個地方，分別係公司同埋屋企，仲有佢哋嘅上落班路線。呢啲我哋都稱呼佢哋為兩點一線嘅人，甚至有人佢哋會自稱為洞穴人，意思係生活只有公司同埋屋企兩個洞穴，基本上唔會點樣外出同埋交際。我見過好多未嚟商會之前嘅老闆都係兩點一線嘅洞穴人，唔好誤會，我咁樣稱呼佢哋唔係想負面貶低佢哋，啱啱相反，呢啲老闆其實非常好人，非常落力，對生意非常專注。不過有啲就會有啲單純，除咗自己盤生意，對外面世界甚至唔係好了解。佢哋常年累月咁工作，直到有一日佢哋都覺得唔可以咁樣繼續落去，咁樣似乎唔係好妥。於是喺機緣巧合之下，佢哋俾人邀請離開佢哋兩點一線嘅洞穴，嚟一次建立人脈嘅商會。呢班老闆一般生意都做得唔錯，至少不過不失，但佢哋咧就非常唔習慣面對人群。第一次喺商會大庭廣眾咁講嘢，總係甩甩咳咳。當你以為佢哋尷尬到死，下次唔會再嚟嘅時候，偏偏佢又再嚟第二次，甚至加入咗商會。之後好神奇，呢啲人由唔識講嘢，到開始慢慢夠膽企喺人面前講嘢，再到口若懸河，由怕面對見人，到慢慢結識朋友，再到喺人面前充滿自信，由只會單打獨鬥到明白合作共贏，到後邊甚至識得領導團隊。有時真係唔係你親眼見到，你都唔相信一個人有咁大嘅轉變。好多次我問過佢哋，點解明明第一次過嚟嗰時非常緊張、非常怕醜、非常不知所措，點解你後嚟又會返嚟並且加入我哋嘅？好奇怪，佢哋答案都大同小異咁話，唉，佢哋已經覺得去到一個點，再咁落去唔得㗎啦，必須要作出改變，之後一直唔知點樣變，直到遇到呢個商會，佢哋喺心裏邊講，今次一定要逼自己試一試。佢哋都冇諗過，原來建立人際網絡可以帶嚟咁大嘅改變，將一個洞穴人變成一個現代嘅生意人。破圈有時就睇你願唔願意踏出呢一步。我係 Anthony Liu，香港 BNI 高級董事顧問，關注我，同你分享更多人脈心法。